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5月2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8篇，约伯记38章12节到21节，提摩太后书第1章12节 B 到1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认识上帝。一首诗歌，曲名叫《每一日》，它的歌词这样说道：每一日我主，我恳求3件事，更深刻认识你，更虔诚敬爱你，更紧紧地跟随你每一日。基督徒能够每天的跟主亲近，更深刻的认识上帝，在人生的道路当中一定不容易走偏差。约伯他曾经因为苦难而怀疑上帝，那是因为他跟上帝不够亲近，不够认识上帝，所以在约伯记38章12节到21节，经文记载到上帝对他说话。约伯啊，在你的一生岁月里，你命令过晨曦出来吗？你曾吩咐曙光照临大地，把邪恶之辈从藏匿的地方赶出来吗？日光使山岭丘谷改观，像折好的衣服，如泥土上的印戳。白天的亮光强烈，使邪恶的人不敢为非作歹。你曾经到过海的深处吗？你曾经在深渊里行走吗？有谁指示你死亡的门？你曾经看过那防守阴间的门户吗？你知道这世界有多大吗？你知道的话告诉我吧。你知道光从何处来，黑暗的源头在哪里吗？你能指出他们的境界吗？你能把他们送回原处吗？我相信你能够，因为你岁数大。世界被造的时候，你已经在那里了。我们知道约伯不但不认识上帝，连自己也都不自量力，认识不清。是的，基督徒不认识上帝，不认识基督，又如何能够领受上帝的圣灵呢？昨天我们谈到了保罗写给提摩太的劝勉，要说他并不以上帝为耻。今天的经文提摩太后书第1章12节 B 到21节，接续的这样说道：但是我仍然满怀确信，因为我知道我所信靠的是谁，我深信他能够保守他所托付给我的，直到主再来的日子。你要坚守我所给你们的那健全的信息，作为你们的规范，也要守住我们跟基督耶稣连结所得到的信心和爱心，要借着住在我们内心圣灵持守那托付给你的美善。当基督徒努力认识上帝，就必知道上帝是可靠的，是生命当中唯一的依靠。诗篇第8篇，上主我们的主啊，你的伟大彰显全地，颂赞你的声音上达诸天，婴儿和幼童一起歌唱。你建造巩固的堡垒，防备敌人，你阻止仇敌对你的攻击。我仰视你亲手创造的天空，观看你陈设的月亮星辰。啊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；必朽的人算什么，你竟关怀他。然而你造他仅低于你自己，你用光荣尊贵做他的华冠，你让他管理所有的被造物，把一切都放在他的脚下。牛羊、荒野的走兽、空中的飞鸟、江河的鱼类、海洋的生物，都归给他管辖。
上主，我们的主啊，你的伟大彰显全地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你，使我们能够更亲近上帝，并且得到上帝的保守与看顾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